大家好，我是悠悠先生。今日我教大家摇摆舞。大家好，我是悠悠老师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摇摆舞。等一下的动作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，把心情放轻松就可以咯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第一个动作叫做 raindrop， 它是雨滴的意思。所以先把我们的双手呢放在我们的头上，一个尖尖的感觉，很好。放在头上，尖尖的感觉。接下来双手放在我们的双肩膀上面。所以第一个头上肩膀。接下来动作呢，把我们的手放到我们的膝盖，但是双手要交叉。再一次哦，从肩膀到我们的双膝盖，但是手要先交叉，放到这边来，所以会是左手放在我们的右脚上面，右手放在左脚，哪一边是上下都没有关系。等一下数拍会是长这个样子。再来是肩膀，再来是我们的膝盖。好，数拍会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时候要干嘛呢？把我们的脚打开，手也一起的打开，所以原本交叉的手变直接打开。头、肩膀，我们的膝盖手交叉，最后是打开。我们一起慢慢的数拍，来一次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做一次哦。大家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。我们双手再举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。那我转背面给大家试试看。来，我们来数拍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再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做一次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等一下我们跟着音乐慢慢的来一次，不用紧张哦。音乐很轻松，跟着音乐，我们先跟着拍子摇摆一下，心情放轻松，很好。要预备了哟，5、6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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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背面试试看，一样数拍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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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最后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都做得非常棒哦。我们跟着拍子稍微快一点，是1拍一下。我们跟着拍子1拍一下试试看，所以会是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再做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，所以动作是一样的。刚刚是2拍一个，现在是1拍一个。跟着音乐试试看，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维持2拍一个，2拍一个也可以哦。5、6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不然我们等一下是4拍做完，休息4拍。等一下会是这个样子的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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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很好。我们等一下转到背面试试。要预备了哟，5、6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休息，7、8、1、2、3、4，休息，7、8、1、2、3、4，休息。很好，再一次哦，来我数拍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很好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很好，大家都做得很棒哦，大家做到动后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自己数拍来一次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教的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 raindrop， 我们有做成是2拍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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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及我们加快一点点速度会是1拍一个。动作都是一样，只是稍微加快一点点。如果跟不上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4拍一个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可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上你自己的速度，自己决定你要4拍一个还是2拍一个。如果你好厉害好厉害，你可以做成是1拍一个也是可以的哦。刚刚我们教的动作叫做 raindrop。接下来我们要教第2个动作，也是很可爱、很复古的感觉。把我们的右手伸出来，然后很好，来摸一下我们地板。好，摸一下要干嘛呢？因为我们要换左手，左手摸地板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双手可以叉腰，呀，很好。接下来是就屁股转一圈。好，所以右手摸地板，1、2、3、4，右手再叉腰，5、6、7、8，一样是8拍的动作。我们试试看，右手地板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试试看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背面试试。好，背面一样是右手伸出来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做到动后哦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做完地板还有我们的腰之后，帮我屁股再转一圈，转一个8拍，所以会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个是2个8拍的动作，我们试试看。右手伸出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个动作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音乐试试看哦，一样也是放松心情，很好。要预备喽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屁股扭一圈，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屁股非常的好，右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我们的屁股转一圈，很好。等一下呢，试试看左边转一圈，5、6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左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棒哦。我们等一下再数拍试试看，就先不跟音乐喽。好，我们今天教的动作有什么还记得吗？我们刚刚教的是 raindrop， 所以右手先帮我加上左手放在我们的头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是我们刚刚的动作，再做一下小小的复习。再一次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这个动作我们要接续我们的叉腰哦，所以等一下会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双手帮我叉腰，先做一个扭屁股的动作。
好，所以我们刚刚是 raindrop 的动作，头、肩膀还有我们膝盖，最后我们加一个小小的扭屁股的动作，就是 raindrop 再加上我们扭屁股的动作。我们跟着音乐试试看哦。来，预备，5、6、5、6、7，两拍一个，扭屁股，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扭屁股，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我们的扭屁股，很好，再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扭屁股，1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背面试试看。5、6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扭屁股，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扭屁股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试试看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我们的扭屁股，很好，再一次。等一下会变成快一点点，一拍一下。再一次哦。再一次哦，快一点点的，一拍一下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的教学。大家先休息一下，喝个水。我知道刚刚有一点累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一样是调整我们的呼吸，很棒。大家做到动后哦。田能欣赏继续跳摇摆舞，继续跟着老师跳摇摆舞哦。好，我们的动作非常的简单。如果过程中你还觉得好像有一点不舒服，没关系，我们把我们的动作再放小一点点试试看，跟着节奏律动也是很开心的哦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动作会是长这个样子，这个动作叫做 Happy Feet， 我们要用我们很开心的心情去跳它。脚步的动作，先看一下哦。我们要往右边走，先试试看，把我们的右脚的脚跟抬起来，很好。左脚的脚尖抬起来，我们侧面试试看，所以会是右脚的脚跟，左脚的脚尖，同时一起。再一次哦，右脚的脚跟，左脚的脚尖抬起来，很好。我知道可能会有点重心不稳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把我们情绪稳定下来多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动作往右边走，所以你的脚会变成像是个 V 型打开，往右边，再回来到刚刚的中间的位置。再一次哦，右脚脚跟，左脚脚尖往你的右边方向移动。其实不用移动，我们只是打开我们的脚。打开我们的脚，很好很好。我们如果说右脚脚跟跟左脚脚跟分不清楚，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想象成是往右边打开，脚步成为 V 型，这样也是可以的哦。V 型，很好。那我们右边试过了，换左边。左边其实我们也是用右脚的脚尖，左脚的脚跟，所以大家有发现到是相反的吗？好，抬起来之后往左边。也是变成一个 V 型，好，再从右边 V 型，左边也是 V 型。但如果分不清脚跟脚尖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直接双脚打开，回到中间，双脚打开，回到中间。所以背面试试看哦。右脚，右脚，好，
脚跟，加上我们的左脚脚尖往右边打开，回到中间，左脚打开，回到中间。分不清脚跟脚尖，我们就直接打开，回到中间，打开，回到中间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辅助，打开，回到中间，打开，回到中间，也是可以的哦。但这个动作我们可能会稍微再微弯一点点。如果你觉得微弯膝盖不舒服的话，我们站着也可以做得到。好，如果我先示范微弯的动作，是双手会放在我们的膝盖上面。好的，脚打开，回到中间，脚打开，回到中间。好，右脚如果可以进阶一点的话，也是我们的右脚的脚跟，加上我们的左脚脚尖，打开，很好哦。好，我们要用这样的动作试着移动看看。如果说跟不上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当做好玩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往右边走，先看我示范一次哦。往右边，好，我们现在刚刚是 V 型，现在要到我们的倒 V， 所以我们的脚步会长这个样子。再一次哦，刚刚是 V 型，要往右边移动，会是倒 V。好，再看一次，我现在是右脚脚尖，左脚的脚跟先抬起来，你想象往右边移动，变成脚步会变成倒 V。好，背面试试看。一开始我们往右边走，右脚脚跟，左脚脚尖往右边打开，会变成 V 型。我要继续往右边走，右脚的脚尖加上左脚的脚跟关起来，变成一个倒 V。所以我可以持续用这样子正 V 倒 V， 会可以移动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原位，再试试看。不要着急，我们很慢很慢的来一次。右脚脚跟，左脚脚尖 ，V 型倒 V，V 型倒 V。其实你不管脚尖脚跟也是可以做到这个动作，只是就是双脚打开关起来，打开关起来，打开，这样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哦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试试看左边可以吗？好，一样是往左边走，会是我们的左脚脚跟，右脚的脚尖，试试看，重心不要跑掉哦，好，我们 hold 住，好，往左边移动，现在是正 V， 再往左边移动会是倒 V， 打开，关起来，打开，关起来，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正 V 倒 V 可以做一个移动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跟着音乐试试看哦。这动作叫做 Happy Feet， 跳起来要很开心哦。好，我们先膝盖再微弯一点点。好，预备哦。放松心情，6、5、6、7、8，慢一点，往右边，5、6、7、8，左边，5、6、7、8。很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往右边，我们膝盖可能有一点酸，拍一拍，拍一拍，再一次哦。放松心情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我们再一次开始，右脚脚跟，5、6，好，5、6、7、8，右边，再一次，等一下往左，等一下哦。调整一下脚有没有乱掉，乱掉也没有关系，往左边试试，5、6、7、8，往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如果说我看到脚变成平行的怎么办？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只要先试试看移动也是可以的哦。再一次哦，5、6、7，右边，再一次右边。很好，试试看左边，等一下拍子哦。5、6、5、6、7、8，左边，再一次哦，往左边。5、6、7，往左。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我们背面试试看。好，
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膝盖还有我们的大腿放松一下，大家都做得很好哦，拍一拍，拍一拍，拍一拍。好，身体再放松。好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试试6，右边试试6，6、7、8，右边6、7、8，在右边哦，6、6、7、8，另一边6、6，右边6、6、7、8，右边。等一下都会往左边哦，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先双脚先再放松一点，好，跟着律动一起打拍子。等一下左边会是先长这样子，6、6、7、8，左边6、6、7、8，左边都会是左边6、6、7、8，左边6、6、7、8，左边，最后一次哦，6、6、7、8，左边。好，相信大家都做得很棒，那我们再跟着拍子试试看就好了，就不用音乐咯。好，我们刚刚的拍子是很慢很慢的，很慢很慢的，很慢很慢的，很慢很慢的。那如果你觉得好简单哦，我们可以自己把速度加快。我们刚刚是8拍做一个，我们现在是1拍一下试试看。那如果说做不到，也不要灰心，不要着急，我们慢慢来试试看哦。那我们现在先调快，看自己的速度有没有办法跟上。来，我直接数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哇，如果跟不上的话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我们拍一拍我们的膝盖，跟他说你辛苦了，也是没有问题的哦。我们再一次往左边试试看，左脚。还记得刚刚的脚跟脚尖吗？如果不记得没有关系，再一次。我们透过内八、外八来做移动。好，跟上拍子，我数拍，所以1拍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如果我不想要走这么远的话，我可以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也可以试试看，就不要不要移动这么远了。我们试试哦，6、7、8，右边、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打开、打开，开关、开关、开关、开关，身体放松，很好哦。加上我们的肩膀高高低低，会看起来非常复古，非常的可爱哦。好，背面试试看，右边、左边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我们肩膀再放松多一点点，这次帮我加膝盖微弯多一些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刚刚的动作就是我们的 Happy Feet， 跟着音乐我们跳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哦。好，我们跟着音乐试试，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跟，不行的话我们等一下再多做练习几次就会做得到了。6、6、7、8，右边，很开心的动作，打开，打开，开关，开关。加上我们的肩膀，很好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这个动作就叫做我们的 Happy Feet。好，我们音乐可以不用放了，谢谢。好，
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就是开关而已。最后再加上我们的肩膀高高低低，如果跟不上的话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好玩就好，让我们的脚放松也是很好玩的哦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动作教学，启蒙泰嘎。